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宝山，我要寻找一座还在遵循传统方法制炭的炭窑。新哥，我刚看到你的窑好漂亮哦。哎呀，坚持一窑啦。这是不是很传统的？对啊，最传统、最原始的。嗯，哎呀，因为这一行非常出众，所以没有人要做，所以几乎只剩下我这一窑了。对啊，我很少看到有人在坚持这个传统的窑。这个也是我的理想啦。我要把这个可以讲说是西洋工业继续保存下去，让没有看过的人知道还有这个行业的存在啊。新哥是从父亲手中接下制炭的工作。他说，以前宝山有10几座炭窑，但是目前只剩他一家。他感叹地说，这行辛苦，所以没有人要做了。现在窑有在烧炭，对，有在冒烟，就有在烧木炭啊。那我怎么知道它烧多久了？哦，我们在烧的时候都有做记号啊。一天就花1盒啊！哦，我有看到那个政治记号吗？这样就一看就知道了。对，非常传统。对。然后这边这个记号你知道吗？蛮像的。你不习惯了。这个记号就是我们在里面碳化它有跟里面的相通。等这一支变木炭之后里面就也全部变木炭就可以封窑了。哦，现在只要这一个。只要它变成完全黑的木炭，就可以封窑，那封窑到时候这个烟已经快没有了，等于快没有烟这样。封窑是不是就是把这个所有的都把它密封起来，所有的烟囱，所有的烟囱，包括这个烟囱上面的烟囱，还有那个灶口进火的地方，通通要封闭。制炭实际上是又孤独又需要时间与耐力的工作。是不是这个就是要让那个温度一直保持，就是要一直烧这个木材？对，那个火一定不能熄灭，就一直保持24小时的在烧火。那通常这个是要烧多久？25、6天吧。25、6天，最起码。那冷却嘞？冷却大概要3个礼拜。哦，那其实这样加起来1个多月哎，加几乎2个月，所以我们的烧制过程要蛮久的。哦，对啊，那其实传统窑最辛苦的地方是这个时间是非常长的。其实每个阶段都蛮辛苦的啦。满山的相思树，一座传统的炭窑，每天周而复始的工作。我看到新哥做的不只是一份工作，而是一份对传统的责任与坚持。